开始唱。下来我们请那个第二台戏，也就是明天晚上那台戏的一里麻的徐敏为大家演唱。新娘子，新娘子啊，新娘子真好看，我知道有你好像花。红梅啊，带着龙送天船，愿你曾与我分别，愿你千里共船好，我们接下来请听《西厢记》的西厢记片段。我们两个人为大家演唱一段《西厢记》当中的那个最后一场长亭的选段。我必送你前往离去，你必等人先对镜，恰过了怀里再相亲。只可见茶山鸳鸯灯哪能给呀长相随，花开明丽不胜事啊情别离，为长远情敌。君在此去非本意，愿情怎风大落去？此一去，爱那秋思飘零，生死衰到千金地，荒尘雨露年一遭，夜别伤情
我这里情怀有心凭虚情，你恰秀金榜和你是不对呀。今要这天当情，等我回来永有情，不能为陪你。谢谢。好，下来我们有请单阳平老师和那个郭凤给大家演唱孟丽君的《游上林》。最后我们请那个《新是否记》的陈继常的扮演者为大家演唱，陈雪梨为大家演唱。好，就唱前面一段凤凰的一段。并肩有关美江。
个才好吧？那个，谢谢刘文老师，谢谢陈导。那大家联访那个摄影大哥，我们在这里台上进行呢，还是说我们在外面那个背板前面？大家觉得？先拍张照，好，请六位老师麻烦您先站在亮光的地方啊，然后聚拢一点，那平面媒体要帮你们拍照片。明天星期四3月9号是第5吗？星期五是3季3月10号，星期六好，来，大部分就是看向前看。号演出的是新出口季，是下午2点半。那希望大家踊跃好。亲子剧场参与我们这次的演出，谢谢。来，摄影大哥 OK 了吗？要不要看右边？